过来消息咯，过来看嘉义县的警察局标出讲有警察偷袭的事件，这项指控偷袭的警察伫代志标出来5天，就申请退休。即马又搁传出讲，伫2天前有4个查某警察嘛，互伊偷袭。有立委今仔就公布受害人的声明，指控警方涉案。嘉义警员爆出性骚偷袭女警，事发第5天就退休。嘉义县警察局甲迄当时担任局长的廖焕成否认实质案件，引起真大风波。即马传出2年前就有4名女警受害，受害女警公开因党讲出心声，家己是黑米对抗大海翁，互警员偷袭，为嘉义县警察局到监察院说是官官相护，指控警方公然假案。案件未调查清楚就处分承办人，企图由基层员警扛责了事。长官依然高升，这4名被害人案件应输入而不输入，违反规定。公务机关的性平机制早就已经失灵了，原本有的这个申诉，甚至你们所谓完整保障的这个复审的机制，根本没有办法保障受害者的权益。针对嘉义县警察局疑似假案，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提出诉证，指控警察局讲因为当事人要求保密，就无将胜诉案件登入富有系统，所查到有系统大户，这起案件是去互删除。受害女警的委任律师表示，警察局无召开性平会，严格警政署解释，法律无规定爱召开性平会。县警察局迄当时已经采取最有效的作为，和律师不断反驳。在我们的系统上面有没有留下这个删除的记录？这个部分我们回去会再做一次确认。只顾着自己要吃啊，你想保住你的官位，你没有想过说被害者想要保住他的名声跟他的人生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这个案子讲真的没有立即也没有有效。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批评，公务机关犯法目前无法可管，陈椒华要求监察院、警政署重启调查。甲迄当时担任嘉义县警察局长、现任新北市警察局长的廖焕成落台负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